下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1月初7，旧历的10月14，礼拜一。今仔日是24节气的立冬，嘛是寒天的开始。伫台湾有立冬、补冬的风俗，南投有一间卖姜母鸭，本地拢是到中昼才开门做生意。今仔日提早到早起的7点就开门了。另外，便利超商嘛看准立冬这个趁钱点，特别来推出着火锅的产品大优待。其实哦，立冬除了补冬之外，嘛有食圆仔、食水饺、甲食青葱的风俗。中医师讲，食圆仔这个糯米哦，有补气的效果，也毋过爱注意膨风的问题。若青葱会当互人出汗、抵抗湿寒。水饺因为外形像咱的鱼仔，若是食水饺，讲咱的鱼仔寒天就较袂去冻寒着。这拢是立冬真趣味的传统风俗。羊肉汤南姜丝气味正好，立冬真个乡亲要进补。南投有一间姜母鸭店，本来是中昼才做生意，提早到7点就开门啊。惊生活买无啦，再起来读册3来才买啦。有超商业者看准寒天的商机，推出店内指定火锅商品3件88折，还有线顶订凉鞋。除了麻油鸡、羊肉炉、火锅以外，立冬伫北方嘛有食水饺的习俗，因为水饺形像鱼仔。照入去了后，代表寒人鱼仔较袂冻着伤。要言语一日半支葱，入冬较轻松，葱啊较温和，照落去较出汗，会使抵抗寒湿。一般人都讲冬至，这些这鱼仔入冬买当食。这个糯米呢，本身在中医来讲，它有补中益气的效果，所以在冬天吃了以后呢，它吃了也会可以补我们的中气。中医师提醒讲，寒人比平常时食搁较侪肉类，增加热量，嘛会使食菜头来平衡一下。糖尿病啦、高血压啦，或者是一些三甘油脂比较高的，我们就会建议吃一些比较可以凉补的，然后又不会增加我们身体的燥热的这些白萝卜啦、红萝卜啦，或者是菜心、橘子是不错的选择。包起来之后下去烤之后呢，就可以减轻这个橘子的凉性，然后呢吃起来香甜之外，也有润肺化痰的效果。若是骹手较好冰冷乡亲推荐食果子仁，对来使增加热量，食起来嘛较有饱足感。